打完麻疹、流行性腮腺炎同德國麻疹混合針之後，會有乜嘢反應呢？同所有藥物一樣，打完麻疹、流行性腮腺炎同德國麻疹混合針都可能會有一啲反應。有啲小朋友喺打針之後5至12日內會發燒，通常喺2至5日內就會自動退燒。家長可以俾小朋友食醫生處方嘅退燒藥。小部分嘅小朋友可能會喺打針之後1至2個星期內出疹，啲疹通常喺1至2日後就會自然消退㗎喇。打完針之後，有極少數嘅小朋友可能會出現短暫性嘅腮腺、頭同頸部嘅淋巴腺腫脹或者睾丸炎。另外，打麻疹、流行性腮腺炎同德國麻疹混合針之後，大約有300萬分之一嘅機會會引致腦炎或者腦膜炎。其實頭先講嘅反應並唔常見嘅，而大多數打咗呢種混合針嘅小朋友都唔會有嚴重嘅反應，而且就算有反應，好返之後通常都冇長遠嘅不良影響，家長唔使太過擔心。